今言今語首道篇，看見你們的好行為。續一，彼得前書2章11至12節。親愛的弟兄啊，你們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欲，這私欲是與靈魂爭戰的。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，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在監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。小朋友啊，使徒彼得教導跟隨耶穌嘅人要有好行為，特別喺外邦人當中。外邦人就係指嗰啲唔認識同埋唔相信耶穌嘅人，佢哋原本係毀謗基督徒嘅，係作惡嘅，但到神監察嘅日子，即係神眷顧嘅日子，佢哋就會明白過嚟，開始懂得歸榮耀俾神。彼得教導基督徒榮耀神嘅方法就係禁戒肉體嘅私欲，要品行端正，有好行為。喺加拉太書5章19至21節咁描述：奸淫、污穢、邪蕩、拜偶像、邪術、仇恨、爭競、忌恨、惱怒、結黨、紛爭、異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類，行這些事是會虧缺神嘅榮耀，我哋要禁戒，否則就同神嘅國冇份啦。品行端正係包括咗啲乜嘢呢？喺提摩太前書3章咁講到，必須無可指責，有節制，自守，端正，樂意接待遠人，善於教導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溫和，不爭競，不貪財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，要存清潔的良心，固守真道，不說讒言，有節制，凡事忠心。彼得指出基督徒係要謹慎自己嘅言行，尤其係喺非信徒當中啊，因為佢哋係特別留意信徒嘅行為。若基督徒嘅行事唔端正，不但唔能夠榮耀神，反而會俾非信徒毀謗嘅把柄同埋藉口，令佢哋唔相信耶穌。當信徒有耶穌基督嘅好品格，就會吸引人認識耶穌。小朋友啊，我哋有好行為係可以榮耀耶穌啊！我哋一齊嚟祈禱啊！神啊，我哋願意成為你嘅見證人，求你幫助我哋靠住聖靈禁戒情欲嘅事，活出耶穌基督嘅品格，行事端正，叫人睇到我哋嘅好行為，就將榮耀頌讚歸俾你。求你賜福我哋嘅生命，可以影響唔信主嘅人，能夠認識同埋跟從耶穌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